1分鐘解開一個推理嘅密碼。一個完美嘅空氣應該係點？最好係用完就會消失。冰係推理故事入面最受歡迎嘅空氣之一，因為佢會融化消失。偵查時無法揾到空氣，但係用冰做空氣有好多技術要求。首先要夠硬，雜質會影響冰嘅硬度，要夠硬就要用純淨水。其次要夠鋒利，需要特別加工，將冰磨成尖銳嘅形狀。最後仲要考慮溫度同時間嘅配合，包括運送過程、案發時間，甚至室溫變化。有個經典案例，兇手用冰做嘅子彈行兇，槍響之後子彈即刻融化，警方根本揾唔到任何證據。但係真實世界要做到呢樣嘢其實好難，因為溫度同時間都好難控制得咁精準。推理從來都唔係魔法，而係解開一個個精心設計嘅謎題。所以下次睇到冰製空氣，記住要問，喺現實世界入面真係做得到咩？